我的卡麻去，是要安怎走？嘿哟，大家好，我是台湾名阿优。咱咧学英语的时阵啊，是毋是拢会学一种叫做片语的词类？伫台语内底啊，嘛有真侪形态介趣味的词类哦。其中四字词就有足侪变化的，咱会当加想做是台语内底的片语啦。啊，今仔日这集陪你学台语吼，咱就要来分享一寡甲身躯有关系的四字词。头一个词是消散落肉。像讲啊，我逐摆转去阮阿嬷兜，阮阿嬷拢会问我讲：阿妹啊，你是拢无咧食饭呢？太规个人安尼消散落肉啦！直接要甲阿嬷讲吼，我有咧食饭啦，还是讲伊即阵啊失恋，心情艰苦，袂食袂困，怎安尼消散落肉，愈来愈散啊？第二个词是乌青樱花，嘛会当读做乌青樱花，其实就是乌青花樱皮林的意思啦。像讲啊，咱细汉的时阵伫学校吼，甲同学咧佚佗，定定安尼撞来撞去，弄来弄去吼，遮弄着遐哭着，吼啊，达不时着安尼乌青樱花，转去教室吼，就会互念啊啦。第三个词是骹麻手臂。就是讲吼，骹手麻痹的意思，故事换顺序安尼。啊，以前吼有一块广告足好笑的，毋知大家敢有印象？有一个阿伯吼，因遐火烧厝啊，啊伊佫无要走，去互消防队吼甲伊救出来。啊，记者就甲伊问讲：阿伯，啊都火烧厝啊，你是安怎无要走？啊，阿伯就甲伊应讲吼，我这骹麻去是要安怎走？啊，为这个故事，咱就会当学到一项代志，就是吼骹麻手臂，真正的无法度走哦。第四个词是骹酸手软，讲人吼已经足忝啊，四肢无力。像讲吼，咱出国佚佗的时阵啊，定定会踅家吼骹酸手软，规工吼行足侪路，啊，佮买足侪物件，足重的吼，赶到足忝的安尼，迄阵就爱好好啊休困啊哦。第五个词是喙打喉看。就是咧形容吼足喙焦的意思啦，像即马热人吼，天气有够热的，热甲像咧火烧玻璃。啊，咱若是伫外口咧做工课啊，一定爱会记咧加啉茶吼，较袂去着沙，喙焦喉看，甚至吼会昏去咧。同款的意思嘛会使讲喉焦喙看，也是讲喉焦舌看，拢会使。第六个词是头晕目暗。嘛会当讲吼乌暗形，就是吼熊熊目睭前规片拢乌去，看袂清楚啦。敢若看到的物件吼，拢咧长细安尼吼。像拄则讲吼，若是着山嘛会头晕目暗吼，足无爽快的。也是讲吼，咱查某人若是灭暑来的时阵，有时会欠火啦，躯咧要徛起来的时候，就会熊熊头晕目暗。若有即款情形吼，就爱细字，才袂去跋倒哦。第七个词是腰酸背痛吼，这应该是现代人定有的症头啦。像咱规工吼坐伫电脑头前做工课，也是吼学生啊伫学校上课上规工，坐久吼若无起来小运动一下，就会呛在安尼腰酸背痛吼，规身躯拢袂爽快哦，就会做想要去互掠灵的对无？第八个词是红高赤齿，齿这个汉字吼我嘛毋捌看过，若是感觉歹记吼，会使直接写罗马字。啊，红高赤齿的意思吼是讲人面色真好吼，身体真健康。像讲阮阿公阿嬷，逐工拢会去运动去散步，啊因吼食到90几岁啊，嘛是安尼红高赤齿吼，看到介有精神。好，顶悬就是今仔日八个甲身躯有关系的四字词。啊，你若有想到其他相关的词吼，会使伫下骹留话甲大家分享哦。啊，你若有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持赞分享，有订我的频道。啊，你若有想要岛内吼，是下骹的超级感谢就会使啊！安尼咱后摆再会，拜拜。